及诸外道，皆无是也。所以者何？众魔者乐生死，菩萨于生死而不舍外道者乐。诸见，菩萨于诸见而不动。文殊师利言：居士所及，为何等相？维摩诘言：我并无形不可见。又问：此病生何耶？心何耶？答曰：非生何，身相离故，亦非心何，心如幻。故。又问：者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，于此四大，何大之病？答曰：是并非的大，亦不离的大，水、火、风大，亦复如是。而众生病从四大起，以其有病，是故。我病。尔时，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：菩萨应云何谓欲？有疾菩萨。维摩诘言：说生无常，不说厌离于身，说生有。故不说乐于涅盘，说生无我，而说教导众生，说生空寂，不说毕竟寂灭，说毁先罪，而不说入于过去。以己之急，悯于彼疾。当时宿世无数劫苦，当面饶益一切众生，亦所修福，念于静谧，勿生忧恼，常起精进，当作医王，疗治众病。菩萨应如是谓欲有疾菩萨，令其欢喜。文殊师利言：居士，有疾菩萨云何调伏其心？维摩诘言：有疾菩萨应作是念：今我此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，无有实法，谁受病者？所以者何？四大何故？假名未生，四大无主，生亦无我。又此病起，皆由着我，是故与我不应生者。亦知病本即除我想及众生想，当起法相，应作是念。但以众法合成此身，起为法起，灭为法灭，又此法者各不相知。起时不言我起，灭时不言我灭。亦有疾菩萨，为灭法相，当作是念：此法想者，亦是颠倒，颠倒者，是即大患，我应离之。云何谓离？离我，我所。云何？离我，我所。谓离二法。云何离二法？谓不念内外诸法，其余平等。云何平等？谓我等，涅盘等。所以